本澳嘅咖啡店多不勝數，以黑膠唱片為主題嘅就屈指可數。今次嘅案例企業由本澳2位青年創立，係澳門首家以黑膠為主題嘅咖啡店。店鋪負責人林凱文介紹，憑藉獨特嘅定位，小店迅速累積人氣。未來希望喺穩定之後喺澳門半島開設分店，令到更多人感受到店鋪嘅特色。咁其實呢，我哋鋪頭叫3345啊嘛，咁其實佢意思就係唱片常用嘅轉速就33轉同45轉啦。咁點解當時會諗起呢度做黑膠唱片呢？第一就係我個拍檔係好中意黑膠唱片嘅，加上咧呢間鋪隔離嗰條巷叫做音調巷啊，當時就覺得啊，好似係上天注定嘅一個安排咁樣咯。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話，今期個案坐落於路環，憑藉黑膠文化同精品咖啡嘅獨特結合，已經成功喺澳門文創產業嘅市場奠定基礎。喺宣傳推廣上，應該深化黑膠文化體驗嘅核心價值，同時應該加強對飲品純天然、不含糖漿嘅食材宣傳，將視覺饗宴同健康飲食掛鈎，建立區隔於普通網紅店嘅品牌深度。其實我哋係澳門第一間嘅黑膠唱片主題嘅咖啡店啦。咁除咗我哋呢度有好多唔同嘅唱片 collection 之外呢，我覺得我哋最主要賣點應該就係咁，我哋每4個月呢，每次就會有一個主題，有4杯唔同嘅特調咖啡咯。無論喺嗰個出品上面，又或者係味道上面，咁都係一個幾令人可以一試嘅一個產品咯。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就建議深化黑膠加咖啡嘅內容營銷，喺社交平台定期發布黑膠唱片介紹、播放片段、特調飲品製作過程等嘅短視頻，突出聽覺加味覺嘅雙重體驗。可以邀請本地及周邊城市嘅音樂類、生活方式類嘅 KOL 到店體驗，強化打卡加文化屬性。針對夏季呢個淡季，喺週末舉辦需要提前預約嘅黑膠入門工作坊，或者係咖啡杯測，或者係聆聽體驗，創造穩定收入。我哋最大嘅展望就係希望可以喺澳門半島嗰度開間分店。咁因為咧，對於佢哋嚟講比較困難嘅就係要山長水遠，從澳門嗰邊揸過嚟路環。咁無論係我哋嘅 bakery 產品或者咖啡產品，佢哋都希望可以喺澳門半島嗰度有一間，咁佢哋就會仲可以嚟得多啲咯。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就話，喺店鋪未來發展方面，負責人有意拓展澳門半島分店。喺選址嘅策略上，除咗人流外需，同時亦都要評估旅遊停留型客源同本地回訪型客源嘅比例。澳門半島店更可能會面臨競爭密度高、咖啡同質化高，因此店鋪必須要能夠承接兩類客群。其次，需要具備可複製性嘅標準流程，例如每4個月更換特調嘅節奏、主題選曲規則、飲品同唱片主題嘅視覺一致性，確保擴張嘅時候唔會因為人員差異造成體驗落差。